Hello，恭喜發財。哦，咁呢個就係咗了。屌，啊，變咗車嘅哋做咗咁咗車嘅哋咁樣哦，恭喜發財。恭喜發財啊！你好嘅你咩？恭喜發財。你是日本囝啊？是掉。你等做工哪一半呀？我都多邊掉。但係你但係我嚇，昨暝你去，但係我講啊，做咩？昨暝你去食啊，有啦，有個朋友去食咯，甲兩幾間中國人食咧都無講真是真正，無講嗰啲氣氛，咱做講啊，嗰啲氣氛無啲氣氛咯。啊，有博膠，酒安，酒無博。食咗就對住困了，你今日佢走嚟做工。哦，啊，譬如你咧，你會記你細漢第一暑假佚佗嘅一種嘅炮啊，是安徽啥物？啊，我是個佚佗滴手。哦，滴手，三隻籃球哦。有。好乜打你啊？幫你啊！啊，當時我未見過。哦，未見過啦。未見炮過嘛，แล้ว變下輪咯。哦。就試下當外買球嗰邊。滴手是點講咧？對。劍咗手一成。嚇！我劍咗手，我成日冇袋係咧，沙士冇袋。是邊個講？有時想木袋我不 try 過是講就係木袋啊嘛，你一點啊時候木袋拍下落上了我家己。家己細家己。好啦，你話要講接大家咪，要加大家講咩話？啊，嗰啲邊啲好嘅嘅 fans 啊，希望恭喜發財，健康康俾你賺大類，啊，身體健康。好，搞完咗啦，然後咧冇拍正，係咯咧。啊，冇拍正。我咁咯，按咗嚟哦。我當佢一人按咗啦，我一人拍。我當你是頭一間嘛，你是頭一間寄來講叫我跑你嘛，然後對待你是。哦，你你是 live 啦。但冇我做 live，我特別我拍接，我特別 edit 接來咧，是我加放起去 website 咯。OK 啦，thank you 啊。感謝啊，恭喜發財啊。OK，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恭喜發財。恭喜發財。恭喜發財，你是雙八九哦。哈，阿哥，你估錯幾個仔呢個對？我見過廠嘅。哇，嚇到你咗！好，食巴回。食飽了，你咧，你食巴回？我都食回攞你啊！哦，即係回攞掉啊，當劍。我都食飽咧，我都站喺家當劍啊！站喺家嘅當劍啊！誒，你當劍到底邊樣嘛？你講一字咪是到邊樣？對啊，到邊樣啊？哦，邊樣到一格？巴拉拜嚟啦。係嘛？你站喺回攞啦，你今日叫你再去嗰隻回攞，嗰隻攞。個時候頭尾就未了嘛，出頭先。哦，你出隻人哦。識俾你咯。識俾你隻人乜啦？你講得你是對去邊樣嘅時，你隻人唔知道喺邊樣嘅。哦，我到邊樣寫，邊樣拍齊，邊樣做工。哦，所以你問對啦，你就對出來是這是你自己出來。我冇得袋墨我打住。誒，你耍八九，你咪做緊特別嘅邊個啊？嗰時落咪先就我聽兩句咧，聽啊個5年啊，特別我聽少出係。唔係隻招係嚟做緊特別嘅邊啊？你是初男嘅咩同劍？我你耍八九是初男啊！真正是可能吐。係咯，吐破了。又好咯，真係突破一幫硬炮出去。我每女特晚回答大人啊，你是第二間，我拍第二間，我每人我係即個聽講啦，每看一人細漢嘅時候，幫炮是幫到一種嘅炮，係煙灰呢？是個幫一種標bomb。標bomb係咩？滴手啊！滴手啊！滴手。哦，咁啦，我是幫滴手。大牙卡是幫你哋收嘅，佢面頂佢多，唔好多聲，佢係貴嘛。
哈对，你绑是，你绑是用手撳掉，還是用係得薄袋罐嘅？係得薄袋罐。係得薄袋罐啊！我就走查到你滑盤位啊！嚇！你背你去掉咗喺邊綁嘅大聲咧？掉到都係綁？你查如果冇薄袋罐嘛，你查到花位、頭位咯。嚇！你小眼嘛，背你去都喺邊綁？哦，到底係得綁啦！但係是都。但係我每一本驚你有大聲嘛？一本驚講伊綁的手時，伊唔敢係到啲薄袋，你聽到伊驚講是伊薄袋夾落落來時，響到自己啊，聲到自己，聲到你走到本。哎呦，仆意思！你嘅炭能包你搞應未？未啦，未。慢講話。所以話炭能包咯，同劍。幾多錢碗啦？全正㗎啦，嚟啊！哦，10% 嚟啊，10% 嚟啊！10%啊！你對嘢我聽得住啊！你對嘢。10% 嚟啊，10% 嚟啊！我夾人拖10%，1% 嚟啊啦！我咧最聽講。你咧就是你半。嚇！我冇半啊！我就是人炭能包啊！我 full time job 是炭能包，我就等你。full time job。嗯。所以我看即個我唔知幾時會放啦，即係特別是差唔多滿快本來成隻試放啦。對，我成隻試放。แล้วลูกกา特別我人嘅聽講講咩哦？講學我人特別嘅。咁แล้ว邊啲學嘅聽講，打波就人打，打波就水。打波就人打，打波就搞。แล้วลูกว่าป่าเลยมีกูน่าไหนน่าสวยน่าไหนน่าอ่างน่าโจน่าตัว好啦，感謝身體健康啊，趙英才啊，趙英才定神拜啊，正神拜你成日度，睇嚟我會爬度啊，係定。OK，感謝你支持，變咗康健嘅聽我人節目做嘅你估啦嚇，感謝啦嚇。究竟我仔啊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究竟我仔好點哦？阿咗啦。你哋做咩？好仔啊！你哋做咩？你 camping 有 scout？ 冇啦，做一個 camping 有 scout 啦。你哋做咩當劍？冇咩啊，冇做咩，班人嚟看。當劍車你做咩啊？冇做咩？最家姐冇做咩啊？班人嚟哦。哦，等人嚟。我很條文字啊，等劇嚟。你有對你去得咯？或者對讀嘅基礎當劍？我都做哦。冇把你咁懂啊？我都咪到太平咯。我到太平啊！你唔是到太平，一路來到太平嘛？你都冇走嘛？哦，你做 KL 對太平啊？我到 KL 啊。哦，對啊，把你咁幫啊啦。是對。你住幾人我當劍？我住我搞到人我住人搞到地哦。哦，搞到地啦，搞到聽邊嚟學嘅是個你是人聽呢？我只有聽。哦，你只有聽本啊？我節目喺地抄話啦，我打我未聽。你幾小時抄話，你知唔敢聽呀？我啦，我打埋呀，我冇人聽。就是驚聽而家垃圾呀？驚聽啊垃圾呀？我得個條命。你幾歲啊？個驚條命？冇啦，我打埋正確正嘛，太平人急正勁咁多。我太平人嘅正嘅變定人家唔三時啊，成日玩咧。我講錯話，喂，爸嘅埋嗰條我只係博佢嘅事。你我未รู้啦，但我未達到你達到兩個拍電話，兩每樣看一兩係細漢時條暑假放炮啦，是暑假放到一種嘅炮，還是煙花滿好到一種？多一種哇，真久哦！哇，我暑假迄種安怎？你知伊個歷史哦，迄種你放啊，伊飛去天，咱蹦者就了啊。哦。會記哦？即大聲啊，蹦者大聲嚇。
伊较侪是往摕条起水的管啊，玻璃管啊。是毋是滴出来，还是比滴出较大机？哈？是毋是叫滴出？成个是我毋知哦，我唔正叫伊就是神哦。哦，唔知是毋是你自己个朋友去咱蹦了，棒咧！伊看到了啊。較濟人講咧，咁咱人講咧喎。因為我厝對面是乜子嚟嘛？乜子回教堂啊。回教堂。咱伊大擺亂車嘛。你跑去啥樣啊？我真正咧有跑去車。嗰個直啊！報笑。我忘記個一擺哦，伊打基本都亂咯。誒，我問你今年紅包你搞應該未？未個。紅包參加？紅包嘢都。謝哦。你話都冇謝啦，跟落嚟呢。嚇？你冇去跟人拜年？未個，馬仔吹啲吹曬個拜年，今日冇。就是今日拜年，你今日食這嚇？冇啊，今日較濟。吹灣較濟都厝嘅啦，冇去到咯。一隨自己去拜年啦。隨自家去拜年，隨我姨，隨我哥。你出去檳城哦，還是加拿大太平？冇啊，加了無到太平，特別冇去檳城。我問你要教我即個檳城福建你聽講講足，係咪先知啊？加人發啦，成股買發嚟啫。加人發特別現在水。對，現在買發。pocket 發到啊 ，pocket 發。對。好啦，感謝你啦嚇。OK。恭喜發財啊！恭喜發財。拜。OK，拜。這是阿豆嘅電話。恭喜發財！恭喜發財 ！Hello。恭喜發財，阿豆。Hello，恭喜發財。恭喜發財啊！紅包寄來啊！好啦，我寄你俾走。你報應該當 game。有緣我來啦，我家己人嚟擺正，讓你博繳個了。你報啊？我冇報啦。你冇報啦？冇報，我食多磅。食咩嘅啦？只？食咧新鮮物件咯。食咩呢？報告的。酸湯煮多湯啊。你食了咯？我檢菜啊，檢菜啊。有啊，我唔敢食胃風。流人胃風啊！你咪只係流口子啊嘛，胃風咯。唔係啊，我係口水就胃風啊！你仲要我大個佬啦，佬人咯呢邊。我咪正咪只線咯，家己一人都正，靠咩啊？我要食紅包。紅西哦！你冇叫你紅爹媽媽、紅爹爸爸過嚟做啲事嘛？冇啦，我特別學嘢啊嘛。做造橋啦200你都係做造橋啊？咩200你？200你都係做造河。嚇對，讓等於欠掉先啊！你嚟紙慢慢算。對，有啲係 FD 啊，現在咗。對。我過嚟借嚟嘅了嘛。對啦。你錄對咗？阿妹到咯，是等被考量咯，你看嘛？好。好，感謝。阿豆，我問你對咗你即係把你邊啲學嘅人啊未？今日冇車衫，我對到邊嚟咯。我人有 gathering 啊 ，gathering buffet 做digital 嘛。最要去邊啲學嘅？摩托零組啊。แล้วNancy 豆嘅豆沙餅，後面啲錢我哋又會講咗嘛。我咪留咗咯。留咗啦，佢後過就唔得啦。我問你阿豆，我特晚每人講我拍佢嚟，我等對掉你，住寄咗嚟，我講佢會叫我拍樣嘅。
我對你 list 拍啦，就是你拍我第一塊夾來，我就先拍咯。我當然論教你啊，你看，你第一暑假定到放炮是還是宴會，還是放炮是暑假得一種嘅炮呢？地主，地主，咁多人講地主，特人講地主。因為地主嘅背天中地，我係啲水會做啲水地哦。等咗我係得浪交嘅啊。伊做啲浪交嘅啲嘢，啲水嘅。對。แล้ว我咪你幫地主，你是幫到你沙士罐呢？你罐頭啊，到啲你玻璃罐呢？還是 FNN 嘅過啦，嗰陣。哈。你是幫罐呢？還是用手夾？你揀用手夾？用手夾用㗎。要我驚哦。用手夾都係輕輕嘅，你別再掰啲嘅啫。我驚我炸到我手嘅。拍掉咧，都拍掉咧，我哋。你整個。你獨背仔哦，家家啲啊，拍掉咧，揾一片，一直接做，都見上眼呢邊做。係咯。一掉了。掉到你手砰就一大聲啊！砰咧，抽人就唔少，人講掉你掉。特別你有放紅炮哦？有啊。紅炮是當今未使啊，當今未使啊，對了。今年冇聽到哦。是咯，冇聽到炮聲嚇。即係舊年我對以前冇咩聽到炮聲，成日冇咩先至係今年冇聽到，舊年都有，今年冇聽到，我空啊10點幾啊，想冇聽冇先聲咧。好啦，頂到時啊，我細漢嘅時先正時嚇，你會早8點咧，冇曬來啊，就聽到砰個口咧，是個鼻的 N 的鼻嘅咧嘛。昨天冇聽到嘅喎，我同樣都冇聽到歌聲喎。點解我是個放紅炮咧？是看嗰啲紅炮時，人放只是個放咧等幾條紅炮放喺去樓頂嘅啊。咱都對食嘅嘛，食這個。然後我第時間看到是伊不能曬來，是用放炮是伊個紅炮跳入去，伊不能曬喺喙裏面啊。伊不會就會爆出嚟排啊，係紅爆咧，我就會試下咗。然後是伊紅炮落去一粒，我是跳入去迄個曬嘅喙裏面啊，那個掉到伊個人，冇曬嘅人。佢個跳，紅樣你看到伊不能曬起打咧。就不能曬掉不拉zan嘅咯。你記定到一種嘅炮叫做格達布魯。一陣啊！跳嗰個跳佢拿刀。車食一隻跳呀！你放嘢就跳佢拿刀啊！我就佢拿刀啲頭卡啊！我攞跳呀！少攞咗跳。你話就係當然冇破招咯。係啦，當然咪招炮啊咯嗬。少啦，應該你啊做嘛。宴會咧，有行辦宴會啊。將人啲頭卡嚟啊！然後時間你爆了，啲頭卡去彈，叫個頭卡去搏。搏子係你搏係冇？舊年我對先正對先正時，我舊嘅紙驚翹來翹去個亂。我都叫我佢頭卡，我話咧點嘅。少。馬上冇裝我了。你家阿讀所講叫你發財啊嚇？等我自己咁講啊。好。等咪嚇。咪姑，叫你繼續講。hello。Hello， 阿讀所叫你發財。叫你發財，我話得到唔咯？嚇？到美國啊？到美國咯。我講包咯。咩？我家讀講叫燒掉，一個例子就係睡眠呢個好。係使。你我聽過阿讀所不到會發了？阿讀所不到會發了？去過呀。我發了啦。多個啦，頂3個月、4個成。好。你舊時那是舊年時，咱個來講過，那是舊年時。使。你要教邊啲學嘅你聽種工作樣。使大家我成套啊，叫我仔，希望今年你賺大鐳啊，所以抓住吹個手水啊。吹個接卡吹。吹個接卡吹，錄音。真正是舊年買咩我錯咯啊！今年今日輪買錯咯，錢買錯咯。我使講都老啦，係使，我都真啊，今日錢。我你
好啦，感謝，恭喜發財啊！身體健康恭喜發啊，財，大家，順利利，拜拜。拜拜。恭喜發財，阿蕉。恭喜發財行。好開心呀！你對到新加坡咩？啊，那我冇對去。哦，做工，哎呦，你係咪見到成個灣向咯？都 OK 啦，你在跟人 chat 嘛？係你咪使教我，我同你做條工咩？當然。係咯。OK，慢慢講，恭喜發財，紅包入嚟，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個豆豆。感謝。了，會我每家人啦，你成日睇到放炮時，你哋暑假到一種嘅炮，還是煙花咩使？你一種係靚嘅啫。蓮花。蓮花，掉咗蓮花未記。頂到時行被按咗講時行被曉嘛，走去俾你講炮。哎呦死！到處未考會幫佢哋搭啲女工，你幫佢見住轉㗎啦咯。你都強到上邊啲安尼成個安尼大聲啊！有 bomb 嚟啊！哦，一個是裝嘅是parachute 嚟，我就點咧？好似砰嘅大聲，你parachute 飛起，然後隔啲人走去橋。對，我是講咧 parachute。但我每日多看一種叫做格達布魯嘅，就係一些青色壓來壓去嘅野炮。啊哈！真正夠跳嘅，噗跳落卡嘅佢哋。呢個咁緊，但我即佢呢嘢是咧，嗰隻咧是小鳥嘅格單鳥。哦，你是點啊點去係屁股呢？嚇！野鳥點嘅？算你玩嘢，你超你見唔掉。一隻細粒，我睇你成個細粒嘅紅炮，特別伊唔是紅色嘅啦，一隻堅很。你是點？你是用香點還是用蠟燭點？我用香點你很點咧，都特別快燒走。你是蛋呢？嚇！什麼？別胖，個別胖。你是別粗。我知不，別胖，個一種別胖。別胖有絲嘅啫。有背嘅。哈，對。你講嘅人會都講。就是滴出，我個做到條滴出嘅聲聲呢，意思。棒！滴出聲咧，滴出我是個棒上面，是個棒到啲浪膠嘅，我係出後尾落浪膠嘅，係嘛？你係跌一隻頭成個佢結咗會嘅，到啲浪膠裏面。Hello， 聽到 ？OK， 了。嚇，你聽到我啦嚇？聽到啦。OK，before 未事啊，咁樣講你俾個邊啲學見聽阿講講咗人咁做咩？哦 ，Happy 幾百year。好啦，講笑呢，Happy CNY 唔是 CBY。Happy CBY。你朋友嘅了有留到新加坡是個女子人呢？我冇啦，有幾我昨暝有食團年飯了，因為我做工嘛，所以咪嚟飯咯。哦，你係咧幼稚樣嘅咧，對啦。幼稚近日對起了，你昨暝有參與食團年飯。哦，你食那個對啊？啊對。所以你後面要教我講我先知係咩嘅？講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，一箭發財，開開剛剛。一箭發財是鬼。快活節節咩？百無禁忌。百無禁忌。要英才。和氣生財嗰隻咧隻咩肉咩啊？
玉女神功，玉女神功。如來神陣，如來神陣。阿咪卡佢夾一擺大張細張做如來。你是講咩紅炮啊？啊冇即係滴珠。啊？卡佢係滴珠蛇。做咩？滴珠們就係裝嚟。哦，是咯是咯。但係我只聽講啊，咪夜來香，唔是咪夜裡咪裡咪嘢。唔知啊？唔知夜裡咪神咪個頭唔知。I think anyway 都假不都，人人去都唔知是變有10年嘅未啊？係啦，即係我當我拍下阿多時阿多講下，伊講伊困個早起困個10點幾都冇聽到跑聲，就係本嚟。我跟你講，這邊嗰個新加坡完全無真正嘅氣氛嘅哦，你早起你想袂到去到個面鋪底我覺得那款嗰啲嘢是食店嘅哦，無車無蝦米，但係你聽袂到跑聲，食店。一冇人放聲嘅，人 music 嗰啲 CD 放多聲俾咧。我supermarket 即係10%都咁冚嘅，你香港食店咧，都成個是你穿到自己香台即係世界嘅。喲，善咯，成個我就隻阿莫作嘅嚟咯。成日 I am 呢陣嘅款。我當馬上佢哋去做工地了，啥路嚟咯？啊，人這邊無 holiday 嘛。咯，佢哋去對人做工咯。好咧，感謝你咧。那把這個來曉過咧，我是看到 online 一頭看到咯。係，使啊，感謝。感謝啦嚇，各位聽眾，這是我特別嘅邊阿蕉。恭喜發財嚇！恭喜發財，紅包入嚟。OK 嚇。欠掉你買你嚟錢啊，就這個嗬。OK，拜拜。拜係。感謝，這個禮拜。變成學見特別嘅變啦，แล้วก็感謝我能各位變成學見嘅聽眾，特禮拜無走嘅就到嚟變成學見.com 嘅收聽變成學見嘅節目嘅，感謝邊個講工作女人大家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財錢特呢80แล้ว叫我10%的㗎。OK，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然後下個禮拜過來到對來收聽，這裡是特別新正嘅 episode， 所以家己接出來，切一定是拍電話去甲人拜正。若是講呢，你未收聽邊啲好見嘅節目咧，你下禮拜一個到對來聽我人講博繳甲紅包嘅故事啦。感謝各位聽眾收聽，下個禮拜人過來再見各位，拜拜。